中國嘅水墨畫咧，佢係用一種墨同埋水嘅混合作為媒介。咁喺個畫作咧，即係藝術家佢畫出嚟，其實我自己覺得咧，都係講緊藝術家當時嘅心情，佢將一個意境係表達出嚟。咁喺今次我嘅作品咧，其實亦都係我近年嘅一啲嘅新嘅嘗試。我係參照咗水墨、潑墨嗰種嘅想法，不過我係潑嘅咧係用銅，我將銅咧煮溶咗，然後將佢潑落個地面，咁佢咧好快冷卻咗咧，就會成咗唔同不同形狀，好自然嘅。經冷卻之後咧，我就會挑選因為佢係好細片嘅，一片一片，咁我係經過挑選咧，我將佢重整、焊接，將佢黐埋為另外一個畫面。咁呢個畫面咧，其實佢有個空間，我會處理個空間啦，嗰個濃度啦。咁其實呢個咧係會牽涉咗係一個畫面嘅深度感啦。咁另外一件作品咧，其實都係潑墨嘅概念，不過今次咧我就將係潑上去個牆嗰度，咁佢又有流動感覺，又有濺起咗佢嘅效果，咁我就將呢個瞬間將呢個畫面咧係凝固咗佢，咁就亦都係我嘅新嘅嘗試。咁其實喺我嘅作品度咧，我係好希望我用呢一個咁樣嘅表現方法咧，係將我人生嘅一啲嘅一啲片段、一啲經歷，我將佢表達出嚟。咁而我更加希望咧喺呢一個畫面度咧，係睇到我自己個心情係究竟係激昂啊，定係平淡咧，定係平靜咧？咁全部都喺個厚度、濃厚同埋呢個空間度咧，我希望可以喺我呢個畫面咧係傳播出嚟。